Hello，我係裕隆地產 Irene，今日帶大家睇呢個係華豐工業中心高層嘅單位，業主已經整好晒所有嘅家私。呢一邊有個去水位啦，有微波爐，有雪櫃。咁呢一邊咧，大家可以望下係好開揚嘅景觀啦，前面都冇樓去擋住嗰個視線嘅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家私啊、台啊、凳啊，呢啲業主都係提供埋嘅，所以如果你愛嚟做工作室，已經係一個人、兩個人入嚟已經可以即刻用得㗎。咁樓上啦，大家見到，因為呢度樓底比較高啲，會整咗一個閣樓仔，俾大家可能工作好攰嘅時候可以喺度休息一下。咁呢個建築面積有300尺嘅，咁上邊個閣樓位建築面積都有120尺。而家業主叫租8900蚊嘅。咁我哋而家去睇埋呢間先。咁呢間係第二間啦，其實裝修所有設備都係同頭先嗰一間一樣嘅，都係會有配埋落去水位啦、雪櫃啦，同埋台等等嘅。咁呢一度有特別之處咧，就係佢有個人嘅獨立洗手間。都係一個好華麗嘅設計。咁樓上啦都係一樣，有可以工作時候好攰嘅時候可以上去休息一陣嘅閣樓。咁下面啦呢度樓梯位啦，全部都整咗一啲細櫃仔嘅。呢個建築面積300尺，樓上閣樓建築面積120尺嘅，業主叫價9300蚊。咁呢度出面就係外圍啦，好靚啊，綠油油咁樣。呢邊就有男女洗手間，呢度就有個淋浴間嘅。咁出邊呢個位置咧都係可以大家共用嘅，可以坐喺呢一度超下嘅。呢邊都會每一個單位有個自己嘅獨立信箱。有興趣快啲入去睇啦，拜拜。